明仔载是这个爸爸节，今仔日就妇女团体出面来呼吁，除了原底5天的陪产假之外，希望政府嘛当互爸爸休这个陪产检假，也就是予先生休困陪太太去做产检。有心的妈妈去做产检，若无想要一个人去，都要配合人的时间，互因做为难的。我跟我先生就非常的希望说，我们2个人都可以共同的参与这个过程。2个人共同成为育儿的主体，育儿的过程其实爸爸本来就不应该缺席。除了妈妈本人判你，敢会当做伙陪去做产检，性平法也无保障。以有新的护理来看，有8礼拜的产假、5天的产检假，会当领全薪。但是若是判你，就只有5天的陪产假。婚育的这个状况其实并没有这么好，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制度来去鼓励配偶能够去参与这个妈妈怀孕的这个过程。我5天有薪陪产检假。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们一定会大力的支持。如果跨党派的委员都可以提出相关的修法，也希望行政部门能够一起支持，尽速的把这个陪产假能够把它通过。要互爸爸和妈妈做伙来分担育囡仔的责任，无分党派，查甫立委拢徛伫同一边。过来看卖的社会顶悬，对判例的陪产检假支持度真悬，想要提出修法，嘛是爱看其他的立委有支持无。